日本原裝進口專業臥式溫療按摩健脊儀，多年科研結晶，獲得國際權威認證，安全可靠。智能矯正技術精準調整脊椎曲線，延緩脊椎退化症狀。輕便摺疊式設計，快速摺疊至110厘米，搬運收藏零負擔。首先將儀器平放，避免喺摩打同埋滾輪軌道上放置寵物或者坐壓。使用前先用專用沙袋固定身體位置。如果體重超過40公斤，需要使用2組沙包固定身體位置。自動按摩程序智能結合全身經絡指壓、局部按摩同震動功能，一鍵可選全身、上半身或者下半身嘅按摩模式。全身經絡指壓實現深層肌肉放鬆體驗。輕按自動鍵，一次快速啟動全身經絡指壓按摩。上半身按摩結合脊椎伸展技術，有效緩解肩頸腰背痛。連續按自動鍵2次，啟動上半身按摩模式，按摩範圍覆蓋頸部至膝蓋。下半身按摩能緩解腿部疲勞。快速按自動鍵3次，啟動下半身按摩，覆蓋腰部至腳踝部分。按全身鍵1次，即可啟動從頸部至腳踝嘅全身按摩程序。當滾輪到指定部位後，按全身鍵，滾輪就會喺嗰個部位12厘米範圍內反覆按摩3次，隨後繼續全身按摩。按上或下鍵1次，啟動局部按摩程序。長按上鍵上移滾輪，放開即喺嗰個位置來回按摩。按下鍵，滾輪可下移至腳部。同時按上同下鍵，鎖定位置重點按摩。長按上或下鍵可移動滾輪位置。日本溫療按摩健脊儀內置陶瓷加熱板，溫和釋放遠紅外線，促進新陳代謝，有效緩解肩頸僵硬及肌肉緊張，同時鎮靜神經，舒緩疼痛。輕按加熱鍵，立即啟動溫熱功能。輕按震動鍵可切換搓揉同敲打2種震動模式。日本溫療按摩健脊儀配備8種理療程序，全方位滿足唔同健康需求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請隨時同我哋聯絡。感謝你選購日本溫療按摩健脊儀 ，Amazing Life，富美健。